醫生啊，我侄仔咧得6個月大，但係已經有濕疹啦。佢成日咧拗到皮破血流，跟住夜晚又瞓唔到覺喎。有人話咧就可以考慮用生物製劑，但係咁細個用得嘅咩？我諗首先決定用生物製劑咧，就睇翻個病人嘅嚴重程度咯。咁當然，如果個病人個病情好嚴重，或者用咗外用藥唔得嘅話咧，我哋就會考慮用生物製劑啦。咁當然初頭我哋生物製劑研究咧，就會喺大人或者係年青人嗰度做呢個臨床研究啦。近呢幾年咧，亦都有臨床研究咧，喺6個月大嘅小朋友咧，亦都覺得安全咁樣處理佢嘅濕疹情況嘅。係咪應該等小朋友大個啲先用生物製劑呢？我諗其實幾樣嘢啦，我哋究竟個病人究竟幾時用一啲系統性治療？包括第一，我諗視乎個嚴重程度咯。咁如果個病情真係好嚴重，反覆成日，譬如使用一啲外用類固醇藥膏或者濕敷嘅方法，都未能夠改善得到咯。或者我哋已經排除晒所有譬如佢常見嘅接觸嘅致敏物質或者刺激物質，都改善唔到病情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考慮咧用一啲系統性嘅治療咧，早期咁樣處理咧，防止個病情惡化咯。尤其是一啲中等程度嚴重或者真係好嚴重嘅小朋友嘅濕疹啦，咁有陣時可能如果我哋外用藥膏真係處理個病情控制得唔係咁好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及早咧有啲精準嘅治療咧，控制好個病情嘅。我哋成日都聽到精準治療呢個字，咁乜嘢係精準治療呢？咁同傳統藥物有咩分別呢？其實咧嗱，我哋濕疹咧係好多唔同種類嘅治療嘅，包括有外用藥膏啦，有啲外用嘅類固醇藥膏，或者外用嘅非類固醇藥膏、紫外光燈或者一啲傳統嘅口服藥。呢啲藥物咧，其實喺傳統嚟講咧都有效控制到濕疹嘅。但係不過咧，有陣時候咧，因為佢哋啲藥物咧可能會好廣泛地咧控制住或者抑制住我哋嘅免疫系統啦。咁近呢幾年咧，我哋發覺咧喺濕疹嚟講咧，其實我哋有啲好精準嘅分子，呢啲係真真正正令到影響到我哋濕疹發炎情況咯。所以而家咧，我哋有啲叫精準嘅治療，就專係咧幫我哋身體會黐走咗呢啲嘅唔正常嘅發炎物質咧，令到從而咧可以精準地改善個病情咯。咁精準治療裡面有啲乜嘢選擇咧？同埋我侄仔得6個月大咋，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因為咧，我哋傳統嚟講咧，我哋治療濕疹咧，通常都可能用啲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啦，或者啲口服嘅免疫系統抑制劑啦。咁呢啲咧有機會咧可能會影響到咧小朋友個免疫系統啦。咁因為尤其是近呢幾年啦，我哋有一啲分子生物學嘅進步咯。咁我哋知道濕疹發炎裏邊咧，最重要係有一啲發炎嘅因子，好精準地標靶住咧呢啲咁嘅發炎因子，降低翻個濕疹發炎。所以變咗咧就好精準啦，可以幫助到個小朋友咧去控制個病情，從而唔會影響佢哋嘅免疫能力或者生長嘅情況。但係打針入 BB 體內會唔會影響佢哋發育或者免疫力㗎？其實而家嚟講咧，好多時家長其中一個好擔心嘅問題咧，就係究竟我哋注射個副作用或者會唔會影響個小朋友啦？咁喺好多大型臨床舊數據睇翻咧，其實喺濕疹尤其是6個月大小朋友注射咧，暫時嚟講亦都冇數據會影響佢哋嘅發育啦，或者免疫系統嘅能力嘅，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擔心嘅。咁對於 BB 嚟講，呢種精準有咩特別重要咧？我諗最重要咧，其實咧以前嘅濕疹嘅治療啦，好多時我哋都係依靠可能一啲外用嘅類固醇，或者外用嘅免疫系統抑制劑，或者口服嘅免疫系統抑制劑。呢啲咧其實咧佢主要係一啲叫做普及性地控制住我哋嘅免疫系統發炎。因為近呢幾年我哋有一啲最新嘅研究睇翻咧，濕疹其實一啲小分子嘅失衡。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有一啲好有效嘅，可以咧精準地咧可以幫身體咧就黐走咗，從而可以控制到濕疹咯。咁長期使用會唔會有依賴性嘅呢？嗱，呢個依賴性呢個係一個好好問題嚟嘅。所以如果你要唔依賴一個藥物咧，需要及早去到治療咯。病向淺中醫，如果你個病情越早控制好咧，你越能夠盡快咧可以減少用藥啦，甚至乎可以停藥嘅情況咯。如果當你個病情越嚴重嘅話咧，需要用藥嘅時間、個力度同埋強度同埋時間都會變得更加長咧，變咗可能就係會有大家擔心嘅依賴性嘅情況咯。所以點樣都好，最重要就係病向淺中醫。其實我諗幾方面啦，我哋分短、中、長嘅好處啦。首先短期嘅好處，當然個 BB 咧會即刻冇咁痕啦，瞓得會好咗啦。
中期嘅好處咧，我哋將個皮膚嘅炎症咧慢慢降低，將個皮膚嗰個質素，譬如乾燥啊、紅腫發炎咧慢慢改善。去到長遠啦，如果我哋及早用劑治療咧，我哋可以幫助一啲小朋友啦，減少翻濕疹相關嘅併發症，包括譬如鼻敏感啦、哮喘啦，或者食物敏感嘅情況。但係好多人都話咧，濕疹其實大個啲就會好，係咪應該等下先呢？嗱，呢個就係好重要嘅觀念嚟嘅。其實任何病情咧都應該病向淺中醫咯。因為如果濕疹控制唔好咧，佢本身個表皮嘅屏障破損同埋慢性發炎啦，好多時外在嘅致敏物質咧就會從皮膚走咗入身體裏邊咧，而從而有一啲濕疹嘅併發症，我哋叫過敏進行曲咯。包括就係食物敏感啦、鼻敏感啦、哮喘嘅情況咯。如果我哋能夠及早控制好個濕疹發炎，修補翻個發炎同埋屏障咧，致敏物質少咗入身體咧，變咗就可以阻礙咗呢一個過敏進行曲嘅形成，即係包括食物敏感啦、鼻敏感啦同埋哮喘嘅情況嘅。咁如果我哋懷疑小朋友濕疹控制得唔好，我哋又應該點做呢？最緊要如果濕疹控制唔好咧，一定要揾翻醫護人員睇翻個情況啦。咁第一要評估翻濕疹嘅嚴重程度啦，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外在嘅因素，包括一啲外在嘅刺激物或者致敏物質啦。第三就睇翻用藥嘅情況，究竟係咪真係用足夠嘅藥物控制個病情啦？如果病情好嚴重、反覆情況，用咗外用藥都控制唔到病情咧，我哋就可能要考慮早期介入一啲系統性治療。作為爸爸都會擔心小朋友嘅健康嘅，早啲介入就可以避免濕疹惡化，保護小朋友長遠嘅健康。係啦，呢個好重要。其實我哋喺小朋友如果患有一個嚴重濕疹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及早去處理好佢咧，就避免日後個病情蔓延啦，同埋個嚴重程度嘅。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及早介入、及早治療，控制個病情咧，而減少個惡化情況咯。咁暫時好多大型臨床研究睇翻咧，其實6個月大嘅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安全地使用，所以大家家長都唔使太大擔心咯。聽完之後咧，我就放心好多啦。原來精準治療咧係咁安全㗎，即係越早開始越好啦。如果有經濟負擔，係可以申請藥物支援㗎。